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美国众议院长佩洛西传出讲，暗时10点会飞来台湾。台北市警方启动封闭专案，已经伫松山机场戒备。不管佩洛西要来台湾，中国昨强强禁止100多件台湾食品厂的产品进口，台湾股市今仔嘛落200多点。劳动基金上半年赔超过4455亿，是有史以来第2惨。劳动部讲，后半年的股市应该豆豆回稳。新闻开始来看，美国众议院长佩洛西传出讲，暗时10点会到台湾买带一枚，明仔早起会甲总统蔡英文见面。咱国外交部是表示无任何的评论。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早起嘛表示讲，尊重贵宾的规划。目前台北市警方已经启动封闭专案，调动几百名的警察伫松山机场戒备。佩洛西一到台湾，就会随启动维安。总统明天早上要跟佩洛西见面吗？会担心中共的军事威胁吗？国军是不是下令强力准备了？面对提问，议员无回应。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传出初日暗时就要到台湾访问，各界高度关注。中国国事一直放回威胁。行政长苏贞昌表示尊重访宾的安排。对任何外国的贵宾有我的议员，大家来访，我们都非常的欢迎，也都会做最妥善的安排。也对于来访的时间方式种种，都会尊重访宾的规划。官员对于佩洛西访问台湾态度低调。外国媒体报道，佩洛西暗时到台湾了后，会待一暗，可能会待伫信义区甲中山区的5星饭店。初3早起甲蔡总统见面，初2早起松山机场外口警方已经在有做准备。在外交部，我们再一次的强调，我们针对本案。外交部并没有进一步的讯息可以分享，我们也没有进一步的评论。知情人士透露，包含饭店甲相关安排拢备限。台北市警方也要动员200个警力维安。目前佩洛西去马来西亚访问，是不是按照规划来台湾？一直到目前一切拢还有变数。记者综合报道。针对佩洛西准备要访问台湾，美国白宫无证实任何的消息，只表示讲议长有权利访问台湾，未受到中国威胁甲吓惊。也毋过传出讲美国3大主要的军舰目前拢伫台湾附近的海域，中国方面嘛阁继续提出警告，讲佩洛西来台湾，中国人民解放军未给点点。有一位消息人士甲路透社讲，美国已经甲佩洛西访问台湾的代志通知一寡盟友。有消息来源讲，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间可能是拜3，会甲一定关心中国人权纪录的活动人士见面。对此，美国无证实，只敢讲佩洛西出国访问无任何确定的行程，也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无改变。The Speaker has the right to visit Taiwan, and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has visited Taiwan before without incident. We have said that we do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There is no reason for Beijing to turn a potential visit consistent with long-standing U.S. policy into some sort of crisis or conflict, or use it as a pretext to increase aggressive military activity in or around the Taiwan Strait. We will not take the bait or engage in saber rattling.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not be intimidated. 佩洛西若真正访问台湾，将会是1997年正月7了第一位访问台湾的联邦众议院议长。有美国官员讲，五角大楼正伫咧监控中国人民解放军伫相关地区的动态。Are the people of Taiwan at risk if Speaker Pelosi makes this visit, and is she at risk if she makes this visit? As for the potential risks, I think that is a better question put to the PRC and to the PLA Army and Navy and the Air Force. 中国对佩洛西访问台湾发出强硬警告，讲这是严重干涉中国的内政。中方正严阵以待，中国人民解放军绝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佩洛西众议长访问台湾，中方必将采取坚决应对和有力的反制措施。至于是什么措施，如果他敢去，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中国抵号伫咧 Twitter 发文讲，美国航空母舰雷军号离开南海了，就向北平驶。对相关部署的办事来看，佩洛西确实有可能来台湾访问。咱外交部对此是无进一步的评论。因若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讲，对外宾来访拢会做上好的安排。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不管佩洛西要来台湾，中国除了宣布伫南海、黄海军事演习，路透社阁指出讲有几啊台中共军机接近海峡中线。军事专家是分析讲，中共透过武力的展示来警告台美双方。咱国国军虽然无提升战备，也毋过连续3天拢有强化战备。炮声轰轰叫，共军东部战区初2早起，发布福建省军区伫个闽南某一个海域演练防空实弹射击。这个时机是真敏感，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传出同一天会拜访台湾，去达到中国的界线。东部战区发布一个影片，用惊人的标题讲来侵犯的敌人百面会甲消灭，而且击向台湾的意味是真重。共军阁小连续伫个南海、渤海、甲黄海实施军演，做实弹射击。军事专家分析，中共透过高强度武力的展示，严正警告台美双方，唔通有进一步政治甲军事的交流。目前无现象显示共军会拍台湾，不过要谨慎来预防冲突甲意外发生。目前似乎没有出现武力犯台之前必须要有的大规模的部队集结、前推、物资、人力动员的这种情形。他比较该担心的是做好准备，但是呢，要担心意外事件的发生。为了因应共军的威胁，美国航母雷根号打击群已经进入南海。外界解读是要保护佩洛西的飞行机，也那国军早就已经全面戒备，空军台东制航基地顶一日嘛进入全面戒备的状态。空军嘛紧急调派8架反常战机，全部挂飞弹进驻制航基地。另外，海军2架反舰直升机嘛飞去制航基地，配合海面戒护军舰进行敲锤任务。空中戒护、空中警戒的任务就交给幻象战机，还有台南机场起飞的金国号战机，他们可以做任务上的搭配。这样的话，在巴士海峡这空防这一方面，就可以得到适度的保障。另外，外国媒体路透社指出，有几啊架中共军机挖进海峡中线，国军要是无提升战备等级，不过宣布连续3天进行强化战备整备。刘文典分析，共军接落来可能会有连续军事扰乱台湾的行动，国军都要量早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带团要来台湾访问，台海的局势真紧张。中国海关总署昨半暝嘛雄伫官方的网站公布讲，要禁止100多件台湾食品厂的产品进口。对官方网站会当看到，包括桂圆液、手信芳、还有福源口老酱、乖乖等100多件台湾的食品厂，拢列做是禁止进口的名单，对台湾的食品业造成冲击。中国嘛可能会个针对其他的产业来采取行动。农委会佮经济部会来评估可能会造成的损失，提出应用的办法。佩洛西要来台湾，造成台美中的关系是真紧张哦。台湾股市今仔一开盘就大落，盘中是落超过300点，台积电嘛落到无到500块，显示投资人对目前的国际局势是真袂放心。今日台股落尾是收伫14747点，收盘是落234点。外团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日暗时要访问台湾，消息指出来引起台海情势紧张，冲击投资人的信心。台北股市初日一开盘大落120.75点，开出了后，盘面一片青片片，盘中落超过300点，突破14700点的关卡。目前大盘依然出现震动的现象。对照台股今天跌到2%啊，我觉得唯一大家能够联想到，就是因为佩洛西要来台湾，台海之间那个政治上的议题，大家比较担心。事实上，你可以看到今天是股汇双跌，代表应该今天外资有去卖台股。在台海紧张情势气氛增加的惊吓情绪之下，台股被压出来，包含电子、宽达股、航运、航空等类股拢落。富国新山台积电是跳空开机，直接贯破51线甲12线，失守500块的大关，也拖累台股落的幅度超过2%。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兴接受外国媒体专访时表示，台海战争会打乱全球这卖地区，无人用透过武力控制台积电，只有及时连线外界世界才维持营运。昨天台积电的 ADR 就跌了2%，那今天看起来半导体、IC 设计，甚至有些生技股票今天都重跌，代表整个大盘的架构上，主要的股票全部都弱势。
分析师表示，最近美国出现一个反弹，不过台股暂时无对流，政治议题影响上大部分。而且台湾电子产业扮演重要角色，要继续观察stra去消化库存的状况，来决定台股未来是毋是机会做一个回升的行情。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哦，咱国内今仔日增加23302例本土病例，有31例死亡，84例中重症。指挥中心的发言人曾玲祥嘛讲哦，BA.5目前伫社区阁是少数，毋过未来疫情嘛有可能会阁压悬。另外，今仔嘛有2例囡仔中重症，拢是密斯西的个案。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昨天有新增了23302例的本土病例，那境外入了254例，那死亡个案有31例，那跟上周同一个时间比有下降了6% 左右。那目前疫情降幅不大，主要是因为人流和目前的一些大众的行为，还有我们的防疫的模式哈，那造成目前可能没有办法再进一步的这个下降啊。社区的 BA.5 应该还是算少数啦，进入 BA.5 进入社区之后，那过了几个礼拜，那就有可能就是会开始上升哦。新增84例的中重症的个案哦，另外有2例儿童的重症都是密斯西的个案哦，一位是7岁的男童，没有接种疫苗，也没有慢性病史哈。5月31号曾经确诊过新冠病毒感染，7月26号开始陆续有发烧、皮疹跟红眼的症状。7月29号到急诊，这时候有发现血压偏低跟凝血功能异常，所以医师怀疑密斯西。另外第2位是8岁的男童，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有接种疫苗。5月19确诊新冠，总计的这个儿童的重症数是142位，那其中超过一半都是属于密斯西的。来看受到假期压力影响，最近常常拢会熊熊下大雨，气象局嘛发布大水雨特报，提醒嘉南北海岸、新北市、桃园市、阁有台南市的市民，都爱特别注意哦。民众出门嘛爱小心透大风，阁有溪水熊熊涨起来，嘛爱特别注意淹水的问题。车驶过喷起一大片水，台南透早落大雨，安平部分地区积水淹起哩真程度，当地居民蹲在山包也特别被冲走。大雨来了真急，有民众载车经过地下道，当场被困掉咧。我对遐落来啦，我唔知这系淹水啦，有只高风上线嘛。对。我昨仔甲开落安尼啊。气象局发布大水雨特报，提醒新北市、桃园市甲台南市注意较大的雨势。这2天全台受低压带影响，拢靠低延时强降雨。拜三开始，嘉南北海岸、东北部、南部地区甲平湖也要注意强阵风，一直要到拜5，今日天气才会较暖和。星期5开始，太平洋高压就比较会笼罩在我们上空。当然势力不像前2周那么的强，但受太平洋高压影响，降雨会比较缓和。太平洋高压牺牲之后，菲律宾东边的海面应该会有很多的机会，大概至少有1个礼拜后，大概会有3到4个台风可能就会相继的接续的会生成。专家分析，这周末南海上扰动有机会加做第7号风台，目前观察未影响台湾。不过八月是风台真济季节，请民众爱注意天气资讯，优先做好防灾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选举的新闻，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批评陈市长的防疫是无半步。陈市长嘛讲哦，蒋万安亲像嘛毋捌做过什么代志。也毋过蒋万安是回应讲，伊连续7届拢是洪选做是上优秀的立委。新北市民进党参选人林佳龙是发出讲，65岁老大人免费装假喙齿的证件。也毋过侯友宜是回应讲，新北市摕到的中央分配款钱是六都内底上少的。双手合十参拜，北市国民党的参选人蒋万安伊参加中原普渡祈福法会，批评讲对手陈市长伊防疫无够力，互网假人受罪，嘛口说为着要抢讲不稳定人工生殖补助是人早丢仔买，搁再来和民进党来对价。扩大人工生殖补助，这是立法院督促行政院通过，从来没有要抹杀任何人的努力。那我的质询还有提案是很明确，希望取消
财富条款不设任何中低收入户的限制。新北的部分，绿营参选人林佳龙，伊是捧出好料的。伊讲，若是会当顺利来当选，就会甲这个编列4年20亿的预算，搁再来策动65岁的长者会当免费来装假喙齿的政策，要来拼市长过关，2岁过半，替新北来定做新的政策。侯友宜嘛回应讲，整体分配税款，新北是6都上介低。新北市民是侯市长眼中的2等公民吗？好，新北市民真的人均社会福利的预算6都最低，这是没有道理的。在整个统筹分配税款，在6都算是最少的给我们的资源，但是新北市这3年也不断的增加社会福利的支持，增加了将近61亿。对侯友宜的讲法，林佳龙是甲口说讲，若有心要找方法来解决问题，若无心就要找借口来提示，伊无愿意来面对这个问题。伊咧讲，新北的社会福利是袂当输，袂当做2等的公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积电要伫高雄设厂，本地讲8月初7要动土，高雄市长陈其迈昨嘛证实讲，确实是这个月要动工。今仔早起有国民党的议员就批评讲，台积电工厂的用地阁还未签约，租金嘛拢还未讲好势，市政府根本是为着选举在宣传消费台积电。国民党市议员坐几摆2号透早开记者会，批评高市府选择消费台积电，因为市长陈其迈1号表示，台积电南马溪场会伫8月动工，但外传预期8月初7其实是南马溪3亚园区动土，台积电根本还未甲市府签土地约，连租金嘛还未讲好。产创条例的优惠政策，所以租金大概是高雄市政府产业园区的1/3而已。所以要达到呢中央级，譬如说加工区啦、科学园区这种的优惠政策，看来是不可能了。那也表示，为着让用地伫地方完成环评，市府将用地面积定伫30公顷以下，等到造成租金较贵，是客石头讲搭伫个卡。那也一直客台积电议地批评市府，嘛引来台湾基进党不满，透早共款到议会抗议，认为那也跨税高雄。作为一个市议员，他的职责是监督市政，不是一直唱衰高雄。园区的开发或者是高科技建厂，对于熟悉的人来说都知道有既有的流程以及方式。那我们对于国民党今天有这样子的评论，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经法局回应，一切拢照程序当伫进行当中，那也希望市府赶紧甲中央协商租金问题。台积电到底当时的动土，外界拢伫关注。记者高雄报道。再来看劳动部公布，今年上半年劳动基金的绩效赔超过4455亿。6月1个月就赔超过2144亿，是有史以来第2惨的。劳动部是强调讲，因为全球的疫情又搁要压起来，加战争的问题，所以影响到全球的股市。所以后半年嘛是搁有真侪无确定性，也毋过股市应该会豆豆回稳。最近这半年来，全球股市一直是起起落落，连带影响劳动基金投资的情形。劳动部初一公布，劳动基金今年顶半年投资的情形，累计亏损有达4455亿9千万。6月份过一个月，亏损超过2144亿，尤其是劳保基金，顶半年就亏损727亿。是会吓到，因为这么大的金额，不可能就是会突然出现在这边，所以感觉会很可怕。我是觉得是他们是怎么放那个钱放到哪去，怎么投资的啊？怎么会投资到亏这么多？不少民众听到劳动基金亏损的程度，是拢惊一跳，唔知影政府是安怎咧处理投资的。针对这点，劳动部强调讲，受到全球疫情搁压起来，还佫有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冲击全球供应链，加速通货膨胀的情形之下，连带冲击全球的股市，指数落超过2成。这个市场是因为跌得很凶啦，所以那金融环境因为上半年确实在表现上不是很好，所以那个整个收益上评价的部分，目前为止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劳动部强调讲，下半年虽然还是有无确定性，不过应该有慢慢回升的可能。也若新制劳退基金的部分，因为投资收益会有2年期定存上加保证收益，别因为短期损失致使劳退金减少。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拜登昨伫演讲中证实讲，盖达组织头人查瓦西里伫顶礼拜日的透早，已经互美国中情局的无人机发射的炸弹弹死了。今年71岁查瓦西里是宾拉登的接班人，伫2001年的9.11恐怖攻击是伊甲宾拉登做伙犯案。拜登嘛强调讲，无人机的攻击无造成百姓着伤。美国反恐传出重大收获。美国总统拜登证实讲，盖达组织的头人查瓦西里伫中情局无人机的攻击内底互拍死。And 1 week ago, after being advised that the conditions were optimal, I gave the final approval to go get him. And the mission was a success. None of his family members were hurt, and there were no civilian casualties. Now, justice has been delivered, and this terrorist leader is no more. 这嘛是让11年美国再度来拍死盖达组织的头人。今年71岁查瓦西里原本是埃及的眼科医生，伊一手来创办埃及的伊斯兰极简民兵组织，后来伊请做宾拉登的助手甲军师。盖达组织伫2001年伫美国发动9.11恐怖攻击。外界认为讲，这是查瓦西里伫后壁咧计划。另外，包含1998年美军科尔号的军舰空中案，和美国驻肯亚大使馆的炸弹攻击，拢是伊咧参加。宾拉登死了后，查瓦西里就接落盖达组织的头人，美国阁想2500万美金要掠伊，无论死活拢要甲掠。سلام عليكم وأنتم تلقنون الباغي الظالم الخائن الغادر دروسا في مقاومته ومقاومة ظلمه وفساده وخيانته ورضوخه للاستكبار العالمي. That after 20 years of war, the United States no longer needed thousands of boots on the ground in Afghanistan to protect America from terrorists who seek to do us harm. And I made a promis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 we continue to conduct effective counterterrorism operations in Afghanistan and beyond. We've done just that. 因为查瓦西里是伫阿富汗喀布尔受到攻击拍死的，引起外界怀疑讲塔利班是毋是有替伊做掩护。塔利班的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伊证实讲无人机的攻击事件，并且强烈谴责违反国际原则。不过拜登是强调讲，美国有决心要掠恐怖分子。No matter how long it takes, no matter where you hide, if you are a threat to our peopl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ind you and take you out. 公司新闻郑怡仁编译。来看欧洲温度渐悬哦，造成高山的冰冻扬起。阿尔卑斯山一寡经典的路线，因为烦恼讲说烦恼上过紧哦，造成途中啊送人会有危险，所以拢先封路。对一寡带人爬山的导游来讲哦，之前是受到疫情影响，最近阁因为封路又阁无生意通做咯。听到甲冰箱差不多大的岩石为白龙峰的山坎连落来，而且安尼情形是愈来愈多。原本计划去爬山的人是拢惊甲唔敢去。Dobbiamo dire che le temperature sono calate oltre i 4.500 metri, lo zero termo. 欧洲最近伫热浪冲击之下，即使甲冰川也用惊人速度扬起。瑞士爬山向导协会表示，已经针对阿尔卑斯山差不多12个山峰发出示警，恐惊有岩石为冰层落来。一寡上经典的阿尔卑斯山爬山的路线，即马被迫暂停开放。这情形以前是8月才封起来，即马煞是提早到6月底开始，而且7月是一直咧发生。They cancelled the trip to Mont Blanc because of the weather. Puisque toutes les us et coutumes de tous les guides, c'est de dire que c'est en mauvaise condition qu'on n'y va plus. 当地有2间游览公司已经在7月中暂停去伫法国、意大利甲瑞士交界布朗峰的爬山路线。另外，要爬山向导建议游客唔通为意大利甲瑞士去马特洪山的路线。向导业者表示，过去2年大家业绩受疫情冲击，真无简单，慢慢恢复。今嘛，搁拄到全球暖化带来洋冰危机。法国南部白龙峰山卡度假胜地橡木泥都是旅游大会，想要挑战过海拔进行游客到这个所在无法度爬山，感觉真失望。业者也怨称生理是真歹做。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过来新闻，咱来看民众党宜兰县长参选人陈婉慧向监察院馆检举县长林祖标所学中华区的规划独立开发的业者。另外，东沙乡梅花湖边仔违建的招待所，嘛是因为处主甲县长的关系真好，才拢无处理。
民进党宜兰县长的参选人江聪演是认为讲林姿妙应该爱讲清楚。县长林姿妙是讲哦，这拢是选举外后会提出告诉。那我想，之前就已经有媒体报道过这样子，那一直以来都没有去拆，那。台湾民众党宜兰县长参选人陈婉慧公开谣言讲，富商刘志豪甲县长林姿妙的关系真密。地属东山乡梅花湖边，这个违建拢要踩伫遐，县府拢无处理，国谣言林姿妙想要独立，所有新马市地定位案的开发者，准因专案申请搁委刷招去监察院检举林姿妙，方讲是涉嫌弊案。被影射跟你有亲密关系的财团的一个招待所，你是不是敢去做出你的行动？这个是大家关心的一个地方啦。民进党参选人江聪演讲，林姿妙方讲是有亲密关系财团，感觉讲去甲卡掉，外界拢真关心，讲伊强调，假使若是伊当选，这问题拢会当公开、公平、公正来做处理。忍气吞声呢，只会让有心人呢得寸进尺。自己不实的这个指控，我已经诉诸法律的行动。面对这争议，林姿妙反驳讲，强调一切拢是依法行政，并且透过县府发布声明，表示陈婉慧伊无去查证，佮利用媒体甲社群网络来得到伊个人的政治声望。想讲要林姿妙袂当当选，涉嫌着诽谤甲违反选罢法，已经要甲提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的五股，一个姓吴的查甫人，过去因为放产的问题，有甲妈妈冤家。昨早起，这后生涉嫌杀死妈妈，嘛摕刀仔要自杀咯。代志发生26点钟后，这后生是主动去向警方自首。救护车赶到现场，将受伤人送去病院治疗。阿妈郡手岛真济所在有伤痕。54岁姓吴的查甫人涉嫌杀害73岁妈妈了后，摕刀自残。他儿女是今年初才开始抢的嘛，他说你不能一个人赌，我们要全部分嘛，那我就分析，因为跟他小孩子讲，他来打你怎么办？徛在为防守线监视人员到现场采证，这太妈妈案件发生在新北市五股。这一早起6点外，社区住户讲，囡仔不满老爸将房产转给妈妈，母囝2人以前有过冲突。警方初步了解，姓吴嫌犯无精神疾病，这摆好亲像也因为房产问题才太老母。范闲打电话到这个警察机关来自述说他目前他有这个杀了他自己的妈妈。确实事发原因，警方还阁进一步调查。不过姓吴的嫌犯犯案了后，16点钟发现家己意识清楚，应正常讲话，最后决定主动向警方报案，声称家己将妈妈杀害。专案也依照杀人罪嫌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华人东华大桥北边哦，早起有一台轿车甲刷一车车相撞，轿车的驾驶是掉伫车内，警消出动怪手才甲人救出。警方表示讲，东华大桥北边的出口常常拢有刷一车出入入，所以经过这路段，都要特别注意。为要救出受困伫白色轿车内底驾驶，救援人员用机丝破坏车体，不过驾驶卡卡伫油门无法度脱困，看到用要分别好加再技术，马上开了怪手将变形车体扭开，才将人救出来。座椅是电动，我们没办法手动将它后退，那我们利用怪手拉方向盘，协助将它右脚夹困的地方移出。这车祸是发生在7日早起7点20分，一台山桥车甲小轿车伫东华大桥北平12路口对撞。山桥车司机表示，迄时阵是青灯，倒发时无看到一台小轿车转弯就发生车祸。绿灯我转过来的时候，我还没看到这个车子。林姓男子驾驶一引车沿台11丙南往北左转行驶，许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台11丙北往南行驶。双方路口交叉撞，依据道路交通规则，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因为东华大桥北平出口附近有山桥场，有真侪山桥车，加上东华大桥真滴车速较紧，敢若今年已经发生3件车祸。警方呼吁赛车人经过这所在，速度爱较慢咧。这车祸双方救出10人，事发原因爱去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迄个热岛的观光客是吵，也毋过传出讲热岛唯一一条环岛公路的马地桥的路段，因为沿路是山壁，常常拢有石头仔放落来哦，是真危险。
香港所是讲哦，因无钱嘛无在调通修路，望讲中央会当来协助。一边是山，一边是海。绿岛的这个观光景点是环岛公路的马地桥，现在有游客来到这，都会停落来看海翕相。不过这嘛是危险的所在，乡公所有采注意落石的告示牌啊，因为这个所在山壁陷扫的情形是真严重，现在传出有石头落落来，甚至落落来时阵，还阁捌去讲到游客甲民众，而且挖山壁的车路有一半已经封起来啊。非常漂亮的风景的地方哦，那很多人会驻足、会停留、会拍照，那势必会造成很不可预测的危险。食现如讲，马地桥山壁的落石，目前的讲法，敢若会当用网啊来预防石头落落来，不过效果无讲真好。山壁也是有一寡石头落甲规涂骹。在这2-3年，我给它观察哦，效果不彰，它还是会掉。那掉的原因可能就是在最上面那个植坯。绿岛乡公所要向东海华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争取经费改善。不过，审计部认为讲，绿岛这条路是县道，爱由县府来编预算。县府表示，马地桥遮毋但山壁有石头落落来的问题，桥嘛需要重建。不过，离岛地区时间较困难，需要较侪经费，希望中央会当增加经费来协助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的中西区有真侪古迹，孔子庙、南美馆嘛拢伫遮，观光客是真侪哦。也毋过附近即马是向奥多拜拢真歹停。但市政府今年正月伫友爱街南美馆的一馆对面设一个机车的停车场，望讲会当来解决违规停车的问题。台南市的中西区有真侪出名的古迹，包含孔子庙、南美馆、文学馆等等，吸引真侪观光客。不过台南常常互人抗议的，就是无论奥多拜也是汽车，停车位拢无够。经过交通局评估，南美馆已经有汽车的停车场，所以今年伫咧友爱街规划奥多拜的立体停车场。周边因为观光跟古迹群林立那在每当到假日或者是寒暑假期间它的机车的停车空间也不太容易减少那在我们这个停车场开放之后呢，相信对周边的停车的供给能够提供很大的帮助。虽然已经有立体停车场，不过周围也是会当看到经过违规停车的告示，路边游园会当看到黑白停的奥多拜。就有民众讲停车场无啥效，不过有游客感觉加减有帮助。观光客来家，我讲拢要来停完这个，我们是照车位规定的停车。你如果要停这个违规我帮你出给那边有爱街的停车位。对我可能使用上还好。对，因为我住这附近，所以停车对我来说好。但我觉得对那观光客可能是有差。会有吧，因为毕竟台湾的人口还是以机车族为居多。友爱街立体停车场总共规划3层楼，提供96个车位，让奥多拜来停。未来阁要提供电动机车充电的服务。市府希望提供安全舒适的停车场，会当改善当地黑白停车甲交通拍架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云林口湖蚵仔寮蚵仔崔老师来辅导30外个国小、国中的学生哦，也毋过伫7月30日暗时10点哦，可能是电线烧拍火，造成火灾，一寡电脑、冷气这些设备拢烧掉了。这些热大人囡仔可能无所在通上课。火灾后学堂桌顶的电脑被烧啊无法度使用，阁有挂咧天花板顶的投影机嘛差不多去用烧了了。另外，阁有钟表顶的冷气和电风，和部分的桌啊椅仔。恐惊拢爱重新来换。31号暗时10点外左右，为在云林口湖的科了学堂，疑似因为电线走火发生火灾，学堂内设备损失惨重。赶紧伫要开学的前间，会当囡仔下午开学来才上课啊！啊，时常会当赶是讲，因为咱有人逐工咧来，阮1到6都有人啊，拢逐工咧来，看会当尽量较紧的安尼，希望有这个爱会当甲帮忙。为着要偏向的囡仔有更侪学习机会。但要采取资源，将原本是旧低调环境做改造，并开办免费的课后辅导班。目前有30名国小和国中生，平时放学后就来这写功课。自己阁办理了年中生，提供社区的老人学习空间。但现在拄上火灾，只会担心暂停所有课程。2个小时这边来，就是让老师教导作业，然后有些不会的地方可以发出提问。那现在呢？现在怎么办？现在烧成这样。理事长说他会在尽量赶在开学前把这里完工。
啊，到厝的，嘿啊，都早无老百姓安尼下去啊。啊，来遮就算讲，来遮上班加做好的，较加快乐啊。科学校长表示，目前正在进行灾后重建，不过社区的老人和囡仔，只会当初步做空间的整理，希望有寡侪单位和资源帮忙，希望会当赶在9月开学进前，重新来整修员工，提供予这囡仔和社区老人有舒适的课后辅导和学习的环境。记者为你报道。有风电公司拍算要伫中华的外海离岸10公里的海域来进行风场的开发。虽然开发单位是强调讲有避开人工鱼打甲中国中华北海底活动的范围，也毋过有保育团体嘛是坚持反对，认为讲起风场会去影响到北海底哦。最后环评专案小组是决定讲案件爱去补资料，才个审查。为地图来看，矿业公司所考的开发的风电场，就伫咧中华鹿港外海，离岸比上无10公里远。透早环保署办理线顶环评审查会，矿业表示拍算要采30到37支的风电机，对渔场甲北海底的生态影响拢算轻微。连接到我们的输出海缆，但同时我们也避开了邻近的人工鱼礁以及保护鱼礁。我们打桩噪音其实对白海豚的影响是较为轻微的。不过，渔业团体甲保育团体拢认为，风电场甲渔场也是北海底的生态地，大部分拢是烧塌，所以反对开发。本联盟还是觉得这个工厂原本就是选址就错误了。嘛有其他的风电业者指出，这样甲海海公司的风电场部分可能采咧港规有法律上的记录。能源局对于这个本案的这个同意备查的范围，有这个违反规定哦。让这个场址距离未小于1200公尺，或者有重叠的状况。但是经济部能源局回应，已经撤销福海丢失许可，尊重业者提起行政诉讼救济。这样的风电场敢会使来开发，卖刷手来处理。未来到底这个工厂会不会获选？那或是哪一个工厂获选，或是说他获选之后跟福海的问题要怎么处理？这个是由我们经济部来做处理。今仔开发单位强调，时间期间若想要拍卡啊，拢有降错设备，传到保区的声音会降到143分贝以下。不过，环评委员也是希望开发单位爱设法找出上好的防治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关金医感股无股不成金。今仔台湾日子，咱要来少量一位甲西方医疗引进台湾的传教士 David 兰大毕医师。兰医师伫1870年8月初2伫苏格兰出世。1895年伫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了后，26岁就互教会派来台湾的中华。当时的台湾卫生条件真歹，医疗嘛真落后。兰医师来到中华，克服种种的困难，嘛开始学台语，甲民众沟通，开一间中华医馆来帮一般的民众看病。伊特别照顾善食人哦。这间中华病院就是后来中华基督教病院。伫1928年，有一位13岁查甫囡仔叫做周金耀，因为跋倒破皮，脚的空喙是愈来愈严重，已经无法度行路了。囡仔的爸爸找到兰医师，兰医师看一下资料顶头写讲，换皮手术可能会当来救一个囡仔的命。新新娘连马玉就讲哦，伊要捐出家己的4块骹皮，互兰医师来当换皮手术。也毋过因为白贴手术失败。后来是换这个囡仔家己的皮手术才成功哦，这嘛是咱台湾头一个换皮手术。兰医师翁仔某嘛帮助这个善食囡仔继续读册。后来这个囡仔大汉成做一位牧师，才甲当初这个切肤之爱的故事讲互大家知影。这个牧师讲哦，虽然新新娘的皮肤无黏伫伊的身上，也毋过已经永远拢黏伫伊的心内咯，嘛互伊发愿讲要帮助别人。兰医师甲牵手伫台湾40档，这种救人大爱的故事是非常的多哦。当时的中华乡亲就拢讲，南门妈祖经，西门兰医生，伫地方是非常受到尊敬。1936年，兰医师退休要回去英国的时，有上千的乡亲是真唔甘来送伊返乡。兰医师的后生伫中华出世大汉的兰大毕医师，后来嘛搁转来咱台湾代替爸爸继续行医来栽培人才。因爸仔囝2代为台湾奉献将近70档哦，用实际行动来爱台湾。这段台湾历史上上温暖的故事，讲予观众朋友来了解。
再来看台南白河永安宫的明星彩绘，是台南府城上出名的艺术潘丽水的作品哦。因为已经落实了，所以庙方就报请文资处委托台南艺术大海团队来修复，嘛甲过程哦去做影片，嘛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台南白河永安宫，民国59年所起，甲别位的妈祖宫无共，一采漳州马。起庙迄当阵，特别请艺师潘丽水来画门神。因为那个时候潘大师大约50多岁，也就是说是他的艺术创作最为成熟、精彩的一个时刻，相当的一个精美。画师潘丽水，人家号做丽水师，是头一位得到教育部新团奖的民间画师。伊画这座门神真有价值，文化局佮甲立组高度保存。阮老爸吼，伊咧画目睭时吼，又甲我讲，咱画这目睭来画我。观赏者吼，你看人吼行到底靠底，目睭对你行对你行，这叫竖红眼。啊，这胡须吼画出来就爱捏亲像安尼，足蓬松啦。哦，袂使讲迄这喙鬚足重咧囥伫遐，还个透明，会当看到喙鬚内底后壁遐个衣服遐个图案。不过这庙门是插帮，年久未侵，当然嘛会互香熏甲乌气黄气，所以庙方就委托台南艺术大海团队来修复门神的彩绘。这一次是希望可以恢复它的历史，好，还有美学价值。其实不是把它修到很新，可是希望可以维持它现在很良好的状态，宁愿少做，不要多做，就用最少的干预价值。好，让它可以发挥到最大的效益。论真来讲，这门神的彩绘唔但代表地方的传说信仰加风俗文化，嘛反映社会加时代特色。即摆咧修复潘丽水大师门神彩绘过程，文资处嘛甲拍做影片记录起来，希望会当恢复伊的历史加艺术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台南麻豆是文旦主要的产地，有一个种文旦的少年农民，伊就办买文旦食板凳的活动，要互消费者买当来体验做事人的辛苦，切实来了解在地产业。为产地甲饭桌头尾拢展现，是即马上界流行的是农教育。伫台南的麻豆，就有一个种文旦的农民，因为无想要单纯干那做生产甲买卖。规气来办活动，甲人客直接带入去果真园内食文旦的好料。因为我那时候回来麻豆的时候，我做过一个资料的调查，麻豆的产销班有登记的班员超过1000个，所以那时候我认为我就是第1001个，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其实应该要做跟大家不一样的事情，我才有机会让大家认识我。因为地是家己的，就免顾虑到地主的想法，一年四季拢会使办活动。产业科出身的李家汉嘛真下功夫，专工去找在地麻豆生产的农产品，或者都市爽会当直接坐伫油仔站下骹，欢喜食板桌。其实做活动很忙很累哦，因为我们是要抓我们的工作空档，又在做另外一个新的工作。但是其实会支持我们一直到现在还在持续的原因，就是我们真的会在消费者来参与的朋友啊眼睛看到光，可能是我们的农夫的日常，可是对他们来讲，对于台北人啊，对于市区的人来讲，就是一辈子没有经验过的体验。毋那敢若会晓想，你甲汉办活动对无够有任何大细事，拢是慢慢啊摸，慢慢啊学，就是希望游客会当透过这安排，进一步来了解麻豆的文旦产业。记者综合报道。9月份林家特别大出咯，今年因为雨水阁真稳定哦，林家唔拉量，阁有品质嘛拢会真好。有农民特别来教民众哦，更好食会绵会甜的林家有啥物撇步？每一年的9月至11月是咱台湾菱角的产季，菱角嘛是真侪民众真喜欢食的物件。其实种菱角有袂少学问，只要麦角料有条，就会当种出肉质好、阁甜的菱角。咱爱有一支棍子，有一支锤啊吼，若无煮这，咱在咧土地也会使。用一支锤啊，甲插落、栽落，栽落吼，3天以内要施肥，因为3天里也袂开根。你若肥施肥落，才袂晓烫着。台南瓜店是菱角主要的产地之一，为种类到收成要4个外月时间。要种的时阵，会当种较乌的较9分，较有重的肉质会较松软。今年算的，差不多伫中秋之前就会当采收。
你若看履历有一个蒙证，蒙证的前后左右1个礼拜来栽上好，栽落的时阵拄好甲立春，那当伫立春的前3天之前，一定要吹花，吹花了，拄好附伫中秋节前后，会当采收。菱角属于金菇类，内底的蛋白质、维生素 C、甲矿物质等等的营养素是真丰富。用晒也是脆脆的运豆油，食落是真清甜。若要做料理，煮排骨汤嘛真下味。爱食菱角的民众会当期待今年菱角大出的时期。记者综合报道。诈骗真严重哦！有立委是质疑讲，行政院成立跨部会打砸国家队，也毋过拢无编预算。因呼吁政府应该爱对源头开始管理，嘛爱加强教育。针对新型的诈骗，就爱点咪有法度来反映。真久无见面的朋友透过简讯互相加赖，希望重新联络，这是新形态诈骗手法，互民众误会是真的都被骗。最近诈骗手法是真多，前3名分别是假交友投资诈欺、解除分期付款的诈欺。信用卡交易，你消费了多少钱等等，他都会取得你相关的资料，然后告诉你说你我们是商家，那因为我们这个系统设定错误，所以可能会让你被扣款扣了数十次，那所以请你去 ATM 去把它解除分期付款，那这个就是诈欺。虽然政府自2016年以来成立打击诈欺犯罪中心，今年行政阁召集跨部会成立打诈国家队，按过立会所发现诈骗的案件，互民众财损金额依然是真悬，显示生活周围诈骗手法是真猖狂。56.1亿的这个财损金额，但是最后只能查到6.2亿，所以这就代表什么？杀头的生意一定有人做嘛。针对行政院颁布新世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立委发现政府对阻诈堵诈无实际编列执行预算，无法度应对新型的诈骗。要主诈但是我们看看这个预算的这个编制上面，这个预算的编制上面却出了一个大漏洞。赌诈跟主诈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却没有看到这个预算的这个编制的因应。确实这个警政署我们这边确实做的还不够立委呼吁政府应该做到源头管理、预防诈骗、严加查缉，迅速救援，加强跨部会反向联络，避免更较侪民众受骗。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同性婚姻合法到已经3档了，也毋过跨国的同婚嘛是个拄着真侪问题。有民间团体今仔日开记者会，呼吁相关的单位应该互跨国的同性審判有結婚的權利。やっぱりすごく家族にも会いたい気持ちも多いし。来台湾已經3年的土某，因為煩惱疫情甲防疫的規範，登去日本就無法度佫轉來台灣，所以伊3年攏毋敢轉去厝的。喺這段時間，和伊鬥陣的 Amber 來台灣創業，伊工作證的簽證留落來，對未來的想法，兩個人攏願望會當結婚，毋過煞無辦法。3年前那個時候同婚是剛好通過，對，所以那時候其實我們是覺得說，應該很快就會輪到我們了，只是沒想到拖到現在。對。台灣的同性婚姻合法化已經屆滿3年啊，毋過到目前，未少下國同性的伴侶想要結婚，所以攏干會當拍官司。7月21日，台日伴侶阿秋甲友傑的判決，成做台灣同婚通過了後第4個勝訴。民間團體嘛呼籲相關單位，唔通互這個判決成做孤一個個案，因為愛無分國界。違法、違憲、違反2公約的這個函釋呢，已經在這個司法審判再次的遭遇4連敗吼，不要再堅持就是這些勝訴的同婚的案件只是個案。我們的法院基本上都認為判決勝訴的理由，其他的國家雖然沒有通過同婚，但是當適用到台灣之後，台灣如果拒絕他們結婚，這個就違反了我國的釋字748號解釋的精神。內政部戶政司簡單回應講，目前政策方向，司法院已經在研究相關法規，有待未來立法通過了後，親像這款同婚案件，就會當依法辦理結婚登記，保障婚姻平權。記者綜合報道。
中小学代理教师一直增加，去年是有32000多人，占老师人数的1/7。监察委员叶大华调查是指出讲，全国有20个县市针对代理教师的聘期，拢毋是完整一档的聘期哦。监察院嘛一定伫7月中对教育部提出纠正。监察委员叶大华自去年8月开始，陆续接到代理教师无得到合理聘用期甲权益保障的订正案。调查发现，2020年度全国中小学的代理教师增加到32000多人，占教师总人数的17%。也就是讲，6位教师就有1位是代理。108课纲实施了后，状况愈严重。事实上，需要大量的各种跨领域的老师师资来投入。那正是教师员额这几年因为各地方政府财政困难，所以他们其实都倾向控留这个员额。调查指出，以2020年度为止，除了金门县甲嘉义市，其他20个县市长期无予人完整的聘用期。若教育部103年开始，专案补助经费来请代理教师。以2020年度为止，抑阁有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桃园市、新竹县等等的13个县市，要予专案补助的代理教师完整一档的聘用期甲薪水。而且，以2020年度全国有到14000多人爱兼做导师，其中台南市、花莲县、苗栗县，予超过40成的代理教师爱去做导师。在相关的代理教师聘任办法当中，当时其实是没有完整的去把特别像聘期或续薪的制度明文化，它另外在第8条另外授权让地方政府自己另行规定。中央的法规无定出代理教师的聘任期，甲放任地方家己定规范，必须制度无统一的问题，影响到教育品质。监察院伫咧7月14通过对教育部的纠正。叶大华表示，除了代理教师聘任办法，要涵盖到聘任期限等等的细节。嘛建议教育部甲主计总处为地方政府专案补助经费的金额来解决代理教师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明仔2天哦，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各朋友金门马祖拢会落淡薄仔雨，嘛有可能会落雷公雨。今仔桃园以北中南部，搁有东南部地区，搁有一寡山区，嘛拢有可能会下大雨。明仔载中南部搁有东南部，嘛有可能会向下大雨。北部的山区伫过昼了后，嘛有可能会落大雨，请民众都爱特别注意。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1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